界多美妙。究竟香港人中唔中意笑呢？我諗最困難係好唔開心嘅時候都要對住客人笑咯。我覺得香港人就好似任何民族一樣，好中意笑嘅，但係好多時候客觀環境係令到佢哋笑唔出嘅。要香港人笑多啲，甚至開懷大笑，又難唔難呢？我擘大個口，差唔多要放得落一個拳頭咁大喎。咁平時就算你點笑都唔會笑到咁誇張咯。希望即係全香港每個社區都有愛笑俱樂部，咁啊每個社區都可以笑多啲，開心啲咁樣樣咯。哇！每個星期日上晝9點，呢度有個愛笑俱樂部，一班人會喺呢度笑，仲歡迎路過嘅人加入。其實係一個運動嚟㗎，運動結合呼吸，將一啲廢氣呼咗出嚟，吸收翻一啲新鮮空氣出嚟。初真係唔慣嘅，咁哈哈哈哈哈咁跟住去做傻傻地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咧就已經投入咗㗎啦，即係慢慢有真有假嘅笑。側邊個朋友話我聽啦，靚仔咗，後生咗，因為開心嘅關係啦，佢影響嘅人嘅心情啦。余迪夫阿迪係呢一個愛笑俱樂部嘅主持人。大約10年前，佢接觸到愛笑瑜伽，即係一種用笑嚟到做嘅運動。愛笑瑜伽係由印度醫生 Kataria 創立，將笑結合瑜伽嘅呼吸法，透過簡單動作放鬆身體，舒緩情緒。8年前成立非牟利組織笑出健康協會，阿迪仲喺唔同嘅地區免費搞愛笑俱樂部，鼓勵香港人笑多啲。你係笑緊嘅喎，咁你其實你係一路練緊你嘅大腦嘅，咁啊即係 keep 住每日去做嘅時候，即係你就會重複又再重複又再重複地笑咧，你就自然又養成一個笑嘅習慣咯。有養成一個笑嘅習慣嘅時候，你就自然就會養成一個開心嘅習慣。好多謝大家，多謝晒。40歲嘅阿迪喺台灣東海大學讀工業工程，做過電子廠主管，又做過物流文員。佢話之前自己係一個典型嘅香港人，生活壓力大，情緒容易緊張，面上面好少笑容。香港人大部分都唔多開心，一係咧就無表情啊，一係咧就黑面啊咁樣，大家都係皺眉頭咁樣咁。冇，即係你咁叫皺住眉頭，跟住問佢你有好多嘢煩惱咩？又冇啊，冇嘢煩惱，但係皺住眉頭嘅喎咁樣。咁但係咁佢又覺得正常嘅喎，個人都係咁咧，都係冇問題嘅喎。咁啊，點解你唔微笑啊？笑下咁樣，黐線嘅咩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表情嚟嘅啫。點解笑係一個黐線嘅咧？咁而皺眉頭咧，你覺得係正常嘅咧？咁好怪啫咁樣。Very good. 好直接地個人點樣啊？開心。一般人認為人感覺到開心先至會笑，但係現時有一啲研究就發現情況可以係倒轉。面上面有笑容，人慢慢就會感覺到開心。愛笑瑜伽有相似嘅理念，提倡笑唔需要任何嘅理由，笑就係做運動，可以減壓使人開心。阿迪話玩咗愛笑瑜伽接近10年，自己樂觀咗、積極咗，得失亦都睇得比較輕。佢四圍去教人笑，亦都訓練人做導師，傳遞笑嘅好處。
大人笑咧，其實係自己肯笑先，自己開心咗先，咁你先至有個能力去感染其他人嚇。咁所以教人哋點樣帶咧，其實唔係着重喺個技巧度，係着重喺翻係佢個心態，佢認同咗愛笑瑜伽呢樣嘢係幫到自己手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呢一個熱誠去感染其他人。得唔得啊？好嘢唔明。阿迪話：佢嘅目標係希望每一個社區都有一個愛笑俱樂部。通常一個愛笑俱樂部有10幾20人一齊玩㗎咯喎，有10幾20個人開心咗嘅時候，其實係變相係影響緊10幾20個家庭都開心咗喎。咁呢個家庭開心咗，多咗笑聲呢個家庭，咁自然就呢個和睦同融洽啦咁樣樣。如果每個社區即係每個屋苑、每個屋村都有呢一樣嘢嘅時候，咁咪香港咪變得更加開心、更加和諧，多啲笑容、多啲笑聲咯。究竟人點解會笑呢？笑係其中一種表達開心嘅反應。當人睇到或者聽到有趣嘅事物或者感覺滿足嘅時候，負責控制情緒嘅大腦邊緣系統就會發出信號，令到面部肌肉收縮，人就不自覺咁笑起嚟。有冇發覺有時聽到人笑，自己又會忍唔住笑呢？2006年，英國倫敦大學同倫敦帝國學院發表嘅一份研究報告指，當人聽到笑聲，會令到大腦運動前皮質區域活躍，刺激面部肌肉而笑起嚟。因為我哋好容易被笑聲感染，所以一啲搞笑節目會加上笑聲，令到觀眾笑。成日都有人話笑可以令人心情開朗，不過2012年英國牛津大學嘅研究就指出，大笑至到橫膈膜震動先至係最有效，因為當人大笑嘅時候，橫膈膜肌肉就會收縮，好似做運動一樣。腦下垂體會釋放快樂荷爾蒙安多酚，令人有鬆弛開心嘅感覺。而笑亦都可以令人長壽。2009年，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團隊研究咗230張美國職業棒球員喺1952年影嘅相，根據佢哋嘅表情分為唔笑、半笑同大笑3個組別。研究發現，笑到雙頰同埋雙眼戚咗上去嘅大笑組別，比唔笑嘅組別平均活多7年。咁香港人其實鍾唔鍾意笑嘅呢？香港人啊，你出街都見到冇乜人會笑嘅，個個都係黑口黑面咁樣。可能我本身中意笑啦，所以我望到人我都覺得佢會笑嘅喎。因為笑多皺紋啦，同埋人個個都唔笑，咁啊得我笑，人哋就話我知識唔正常啦。攞開個電話見到個股市，又會覺得唔開心；打開個 Facebook，啲人冇 like 佢啲 post，又會唔開心。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同英國卡迪夫大學嘅心理學家較早前做咗一項情感表露文化差異嘅研究，以問卷訪問咗全球32個國家同地區嘅5000幾人，受訪者要選擇喺唔同嘅情況之下點樣表達憤怒、反感、快樂等等嘅情緒，同埋顯露嘅程度。結果發現，最七情上面嘅係非洲津巴布韋人，其次係加拿大同美國人，而香港人就排最尾，係情感表露指數最低、喜怒哀樂最不形於色嘅人。我唔相信香港人係唔中意笑，我亦都唔相信香港人係唔中意開心。你睇下我哋曾幾何時係全世界出產喜劇最多嘅地區，我哋曾幾何時日日都追住周星馳嘅片去睇。即係我估我哋唔係唔中意開心，唔係唔中意笑，反而係我哋好選擇地同某啲人、某啲時間、某啲空間容許嘅，咁我哋先至會去表達咯。
萬家輝話：香港係一個非常競爭性嘅商業社會，客觀環境令到香港人唔會成日笑。好多人覺得，尤其是喺商業世界喺工作上高咧，你越多表露情緒咧，其實好多人覺得你唔成熟啦，你個競爭性比較低啦，你好細路仔啦。你喺公司裏邊，你盡量唔好笑得太多，因為老細見到你笑咧，就好似好唔成熟咁樣。咁因此，我哋盡量都將我哋一啲唔係咁好嘅嘢收埋，而令到我哋似乎喺競爭性上高啊，工作上高表現到好似一個好成熟、好有自制能力、好中庸。另外有學者就認為香港嘅文化唔係咁中意用笑嚟到作為表達方式。我覺得香港嗰種嘅社會文化，即係嗰種嘅生活空間同埋嗰種嘅高速同埋高密度咧，通常會較為鮮明嘅。即係如果佢欣賞你就話好嘢，係嘛，正咁樣。即係直接用語言。係啊，佢就唔會話，因為你咁佢未必睇到或者聽到。國際組織神秘顧客服務協會今年4月公布嘅服務業全球微笑報告顯示，喺41個國家同地區之中，中國排名14，而香港就排尾3，係有紀錄以嚟最低。香港神秘顧客服務協會主席黃少良就話：香港嘅微笑指數下跌，同服務業工時長、工作量大同埋近年嘅社會爭拗有關。其實整體香港人咧笑容都係弱啲嘅。我哋雖然係調查嘅係前線員工，但係舉一反三嘅啫。你估前線員工受壓力，你個 office 嘅員工唔受壓力，其實相同㗎。我哋行出條街咧，我哋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大部分嘅香港人咧係頭耷耷，同埋咧即係比較少笑容一啲嘅。要令員工積極工作，笑多啲。黃少良話：僱主嘅思維要正面。有啲好多做得比較好嘅僱主咧，佢調翻轉頭，我會去選舉一啲笑容最好嘅員工，然後標榜呢個員工，令到其他員工去學習。從正面去出發，員工都會係咁覺得，咦，原來佢做得好，我老闆就會獎勵㗎咯喎。我諗呢個係個獎勵嘅文化，係鼓勵嘅文化，就好過係去壓抑你或者去批評你邊一方面做得唔好。呢一個咧令到員工嘅心態舒服好多，自然流露多咗好多嘅笑容。咁其實你個自發項目咧，頭先如果你就咁睇咧，2-3個嘅啫，係咪啊？喺旅行社做旅遊顧問嘅黃美玲，因為笑容可親，獲選為今年全港卓越微笑員工大獎嘅得獎者之一。不過原來佢細個嘅時候一啲都唔中意笑，仲成日揦埋塊面。朋友幫佢改咗個花名，叫佢做黑炭。以前啊，成績差咯，咁好似樣樣嘢都唔叻咯，咁變相個人就自卑感多啲咯，即係負能量就太多啦，咁所以唔係好識笑咯。人長大咗，加上宗教關係，佢話開始學習接納自己、欣賞自己，笑容亦都漸漸多起上嚟。其實笑又唔使錢嘅，咁點解要咁孤寒呢？笑一笑，咁變相嚟講，俾人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啦。你笑咗對佢嘅時候咧，下次要翻嚟咧，嗨，黃小姐咁樣，我又翻嚟揾你啦咁樣。其實個客又開心，我自己都開心嘅。同唔少香港人一樣，美玲以前都係過住返工、放工、上網、煲劇嘅生活。半年前佢開始學泰拳，發現運動對舒緩壓力幫助好大。今日唔擺低啲嘅，聽日又堆積細咗山咁樣多咯。咁如果你每日都 keep 住去做下運動，每日都擺低啲嘅，咁你就會個人又輕啲啊，舒服啲啊咁樣咯。佢話香港人生活緊張，冇乜笑容係因為冇適當咁舒壓。
我覺得佢哋冇揾到一個啱自己嘅一個輸入方法，好多時一味用好負面嘅情緒喺度諗，好辛苦啊，好攰啊，所有好差嘅嘢全部都發生喺我身上，但係從來都冇諗過一個解決嘅方案，或者缺少咗一個好正面嘅能量去幫自己去舒緩呢一個壓力咯。見工、認識新朋友、同鄰居打招呼，我哋都會保持笑容。但係呢一啲未必係真正發自內心嘅笑。要分辨真笑定係假笑，關鍵在於眼角有冇上揚。19世紀，法國神經學家杜尼嘅研究指出，假笑嘅時候，我哋可以控制塊面嘅顴部大肌，令到嘴角上揚。但係當人開心嘅時候，會同時牽動眼輪匝肌，令到雙眼睇起上嚟好似識笑咁。由於呢一組肌肉唔容易控制，所以只有發自內心嘅笑，眼角同埋嘴角先至會同時上揚，被稱為杜尼式笑容，即係真笑。真笑固然有益身心，但係如果長時間要勉強咁笑，例如因為工作嘅需要，咁就隨時有可能導致情緒低落，甚至出現抑鬱症。一念之差，如果我可以諗到個方法，可能會令到我近份工有趣啲，或者成功感大啲。我今日都幫到個人喎。今日嗰個咁麻煩嘅客，後尾竟然傾下變咗朋友喎。咁個人就會開心好多。就唔會話好似被逼啊！我要點樣對佢好啊！我要扮就唔需要扮啦，而係真心希望去幫個人。咁其實如果咁樣出發咧，做服務線或者做銷售咧，就會容易好多。研究發現，心情影響笑容，但係笑容亦都可以改變心情。李德成話：要保持開朗嘅心境，令到笑成為一種習慣，就需要練習。我通常提議病人就係每朝洗面之前、刷牙之前對住塊鏡笑下，或者唔笑都睇下自己嘅樣，咦，都幾木獨喎，都幾嘔喎。咁開始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好怪嘅對住塊鏡笑，但係笑多啲咧，咁每日笑下笑下咧，咁每日就變咗個習慣咯。笑係會傳染㗎。用笑嚟做運動嘅愛笑瑜伽一般都唔係由真笑開始，只係見到大家一齊笑，自己覺得好笑都笑埋一份。呂慧賢係香港推廣愛笑瑜伽嘅積極分子之一。佢話愛笑瑜伽就係一班人練習點樣笑，無論真笑定係假笑，最終都會有開心嘅效果。透過我哋由扮笑開始，去令我哋個身體去釋發一啲快樂嘅荷爾蒙，等我哋成個人咧可以放鬆啲。然之後可能一啲 interaction 嘅過程，你望到人哋笑啦，你自然會笑多啲啦。你可能笑佢傻，或者可能笑自己傻。最後我要嗰樣嘢就係，我想我有大笑嘅好處喺我嘅身體裏面咯。Christine 2年前開始玩愛笑瑜伽，自此就中意咗呢一項運動。我都試過做啲比較劇烈嘅運動嘅，游水啊，或者去 gym 嗰度踩單車啊、跳舞嗰啲，其實我都試過嘅。咁做嗰陣時係都幾好，其實都可以放鬆嘅。但係我就發現做大笑瑜伽，因為加咗笑嘅關係啦，咁覺得嗰個開心嗰個持久性係會耐啲咯。Christine 係電腦程式員，佢話自己個性焦慮，工作壓力曾經引致一段時間成日失眠。因為有時我哋都會有啲筆啊，有啲問題唔係即刻可以解決到噶嘛。咁嗰日諗唔到，可能我連瞓覺發夢咧都會喺度諗緊點樣解決嗰個問題咯。真係試過發夢嗰時，自己係對住個 program 喺度諗噶咯。放假其實都唔會話好 relax 咯。咁雖然返5日，咁試過真係禮拜日咧一起身咧，就已經個人唔係好開心㗎，已經知道第二日要返工會係咁樣咯。一個禮拜一次，同一班人無拘無束咁大笑。
Christine 話心境的確越嚟越開懷。2個幾月之前，佢仲上咗一個愛笑瑜伽嘅領袖課程，計劃喺自己住嘅屋苑搞愛笑俱樂部，俾多啲人認識呢一項運動。好啦，咁我哋可以試下啦。好朋友 Kathy 話冇諗過 Christine 會有咁大嘅改變。當第一傾偈嘅時候，大家譬如講起某一啲事件啊，或者嘅遭遇啊，咁以前嘅佢咧，可能咧就已經係好唔開心，或者有陣好憤怒。咁但係咧，而家係事情係唔會改變嘅，即係有啲事發生咗㗎啦，結果亦都係一樣。但係佢會係個睇法唔同咗，絕對唔同晒，即係會係樂觀啲啊，或者會去接受。我哋代入呢個肌肉男，鬆下肌肉男。其實係感動嘅，因為你睇住佢變，睇住佢轉變，係啊，即係冇諗過佢由一個即係好似有嚿雲喺佢頂咁嘅一個女仔，到到而家係變咗個太陽，係啊，充滿自信，係啊，即係我作為朋友，其實我好感動，真係好感動啊！講真，係啊。咁當然，即係生活嘅困難嘅經歷，咁其實都會係一路發生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幫助自己成長嘅，但係會係比以前好好多。即係我會覺得係啦，舊烏雲唔再喺我頭頂啦。咁有冇太陽啦？我諗大部分時間都有啩。